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1日，罗马书12章第2节安尼讲：无伫甲即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。互你会明白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三个来祈祷，哀怨无甲世间相款，着心智变化换心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无变化，公义无虚假，羞辱无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用无比的疼痛来疼阮，用无限的忍耐来怜悯阮，用赦罪恩典来临到阮。主啊，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阮就是一世人，也无法度报答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较无改变的心，求你帮助阮，无去效法这个世界，互阮无受环境、私欲甲过去的想法所捆绑，互阮无伫甲这世间相款，互阮着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阮通知你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